创世纪第21章，以撒出世。上主照伊以前所讲的话眷顾撒拉，实现伊对撒拉的应允。亚伯拉罕年老，到上帝对伊讲的日期，撒拉怀孕，甲伊生一个后生。亚伯拉罕甲撒拉为伊生的囝，号名叫做以撒。以撒出世第8日，亚伯拉罕照上帝的命令，甲以撒行割礼。以撒出世的时，亚伯拉罕拄100岁。撒拉讲：上帝互我欢喜笑，所有听到我生囝的人，嘛会甲我做伙笑。佮讲，啥人会当事先甲亚伯拉罕讲，撒拉会互囡仔食啉？毋过伫亚伯拉罕年老的时，我甲伊生一个囝。囡仔渐渐大汉，就长恁。以撒长恁迄日，亚伯拉罕办桌请人客，赶夏甲甲以实玛利离开。有一日，撒拉看到埃及人夏甲的囝以实玛利伫甲伊的囝以撒滚笑，就对亚伯拉罕讲：得甲即个女婢甲伊的囝赶出去，因为女婢的囝袂当甲我的囝以撒做伙继承家业。这项代志互亚伯拉罕非常苦恼，因为以实玛利嘛是伊的囝。上帝甲亚伯拉罕讲：你毋通为着以实玛利甲你的女婢夏甲苦恼。撒拉对你讲的话，你着听。因为对以撒生的，才袂称作你的后代。讲到你的女婢的囝以实玛利，我嘛要互伊成做一国，因为伊嘛是你生的。亚伯拉罕透早起来，摕饼甲一批地水互夏甲，下伫伊的肩头顶，叫伊甲囡仔拢出去。夏甲就出去，到别是巴的旷野煞袂路，批地内的水啉了，夏甲就将囡仔放伫细丛树骹，伊家己行离开，大约有写1支钱的远，甲囡仔相对面坐地。伊讲：我毋甘看囡仔死。伊坐伫囡仔的对面，出声大啼哭。上帝听到囡仔的声，上帝的使者对天叫夏甲，讲：夏甲，你是安怎咧？毋免惊，上帝已经听到囡仔在哭的声。起来，嘛甲你的囡仔抱起来，我要互伊成做大国。上帝开夏甲的目睭，伊就看到水井。夏甲去到井边，将批地入水入到满，佮互囡仔啉。上帝甲囡仔同在，伊渐渐大汉，住伫旷野，成做真敖射钱的人。伊住伫巴兰的旷野，伊的老母对埃及甲伊娶一个某。亚伯拉罕甲阿比米勒立约。迄时，阿比米勒甲伊的军长回国来甲亚伯拉罕讲：你无论做甚物，上帝拢甲你祝福。你现在得记上帝对我咒詛，毋通欺负我的囝，甲我的后代。我安怎好款待你，你嘛得安尼好款待我，以及你所寄居即个地。亚伯拉罕讲：好，我咒詛。以前，阿比米勒的仆人捌霸占一口水井，亚伯拉罕为着即个代志责备阿比米勒。阿比米勒讲：啥人做即个代志，我毋知，你嘛毋捌甲我讲，今仔日我才知。亚伯拉罕就将牛甲羊送互阿比米勒，两个人就立约。亚伯拉罕阁将7只母的羊羔另外围伫别个所在。阿比米勒问亚伯拉罕讲：
你将七只母的羊羔另外为地是甚物意思？亚伯拉罕应讲：你着接受我这七只母的羊羔，正是这口钱是我学的。所以迄个所在叫做别是巴，因为因两个人伫遐立约。因伫别是巴立约，阿比米勒就甲伊的军长回国转去非利士地。亚伯拉罕伫别是巴栽一丛柳树，搁伫遐求叫上主永活上帝的名。亚伯拉罕伫非利士人的地寄居真久。